哦，吃了整整1年，竟然都没有吃止痒药就好了。那个止痒啊，各位有没有经验？怎么样？赔了钱，就是啊，很难过了。后来呢，就吃那个有机的蔬菜，吃了整整1年，竟然都没有吃止痒药就好了。那个痒啊，讲起都走到骨头里面的痒啊，拢好去啊，好不好用？所以我们就是了解，真的一物啊，一物，一个物件有一个物件来见，所以呢，或者对那个有机的蔬菜啊，就是很推崇，都竟然怎么样？吃了很多的很好的麦夹亏要里面吃是不能太累太温那潮湿的土已经跑到骨头了啦。然后教或学怎么做？滚镰刀，力道会解毒啦。可是不能太累太温那火，镰刀袂使拔开，那火拔开，迄就无效啦。可以前人捌去顾迄款，镰刀袂使拔开或者又是急性子看到一粒拔开，规开较大个，滚滚的食日头汤。所以没办法啦，讲迄个滚好的麦夹开要里面汤啊，讲会解毒。我想讲迄，敢若咧断片啊，爬去你体底较困难。所以一样放弃。后来吃了很多的一些止痒药，药效哪咧行？就很好，不痒。可是药效才4个小时啊，过去就够上啊。那个止痒啊，各位有没有经验？怎么样？赔了钱，就是啊，很难过了。后来呢，就吃那个有机的蔬菜，吃了整整1年，竟然都没有吃止痒药就好了。那个痒啊，讲起都走到骨头里面的痒啊，拢好去啊，好不好用？所以我们就是了解，真的一物啊，一物，一个物件有一个物件来见，所以呢，或者对那个有机的蔬菜啊，就是很推崇，都鼓励呢大家能够吃那个有机蔬菜。那我们回来呢，看这个经文，其安呢，义慈啊。因为要辅助万物，然后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安呐，就是宁静没事，谓之安，宁静没事，叫做安。然后那个慈啊，就是守，我们就是呢守住了，守住啊，宁静没事。